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玩，对，好好把握。他们也没有啊。他们好好把握这样子。我们今天也要去玩呢。我想带我们一起去玩。你要跟姐姐玩这样子。哎，不是这样吃啊，他没有，他又要倒出来，然后姐我以为教的。不要这样吃啦，过，你这样点。这样不好啦。放好，就这样，刚刚这样吃就好了，让它饱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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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 是慢点我玩。10点半。摇啊摇，然后我们第一日炒到晚上4到4点。我说，你第一日炒要玩4大金刚。等一下，我们玩四大金刚给他们看。你听你放在那个杯子里他要玩面就好了4。点半，不是他要玩10点半。好吧，10点半玩。我看好不好吃？不要，好吃。放给他们。好，昨天他赢，我差他2个。然后昨天我他主在姐姐意都蛮强的。的吃啊，然后吸管也一样，紫色的，然后红色，好吃然后好几妈妈都袋，说好吃了，快点，很好吃啊！快点呐！开心点先，来吧，我给你快点吃快点呐！姐姐都说好吃了，弟弟也说好吃。好吃对不对？奶油好吃对不对？很好吃，甜不甜？你看姐姐长得皮肤那么好，你那个软软的，像肚脐一样。肚脐。对啊，一打。吃完最好了。老爸，要把你那种倒过去。吃完再说。你吃布丁呢？好，把它切一切啊。